介绍我哋大家介绍来到中国深圳拜访观澜嘅版画村。台湾发现现代嘅版画比中国更加早，美更加多年，还是带动甚至系影响中国版画嘅发展。还是对08年深圳同观澜客家罗总头成立版画基地了后，中国版画嘅发展是冻结哦。用我对版画还有艺术村嘅发展来看，深圳是利用客家罗总头来打造艺术品牌。廖俊丽当详细看待展现出来一种一种的铜版版画作品，同艺术创作地位有句话讲，每本五彩，就算强色，每做得对无穷样层次来看出有冇无穷样。比如讲neu淡深浅，其次都印出来时，老想象无穷样，故所以同技师讨论纸板的油墨用色。廖俊丽还对台湾嘅驻村艺术家，也没hand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读博士班。跟台湾来讲，台湾虽然快了一点，接触的艺术环境也比较快一点点，所以说导致我们现在的版画的发展是更多元化，在台湾的部分是更多元化，学生的创意度也越来越高。那整个比相较下来的话，到了中国，到了大陆这边念书之后，发现他们也有他们的创意性，但是这个创意性毕竟还是比较还在启发当中。其他两岸之间来来去去，当了解两片版画发展，虽然比起油画同水墨画一道，版画同两岸同样做系较少人为主要艺术。不过对2008年观澜版画基地发展起来过后，中国的版画当显面呢用所讲的沉准速度同嘅发展。16年来，规则版画基地制作嘅渐渐嘅6-7万种嘅原创版画，品质同量就同站同态。就拿铜板来说吧。我们在铜板，因为它是用的是凹进去的，就印出来，那个刀在那个板上刻一条槽，凹进去就印出来，所以叫凹板。木板是凸出来的，刻掉的就印不出来，凸出来的就印出来。版画制作技术大概有4种：凹板、凸板、平板同空板。比如讲木板係凸板，石板係平板，銅板係凹板。對於保加利亞來嘅大學教授蒂莫，最用銅板創作，佢咩頭一擺去到中國。In every step, I can see the history and the modern life too. This is very good for me. And one of my works, I make the watchtower. I take this watchtower from the history, but I put it today in the modern world. 既然要用文化来打造都市，深圳建设艺术村唔係認真有一下規模就滿足嘅。觀澜版畫基地用到2個客家老總頭，請係推廣交流一啲基本功能，也順向當拖起全世界生態版畫博物館，一陣業務當嘅工廠將做好，接下來考成立深圳版畫學院軟硬體強合作。那么我们在未来發展規劃當中啊，我們還要有學術支撐，那就是說我們要有一個正規的、國際化的一個這樣的博物館，叫觀澜國際版畫，叫觀澜國際版畫博物館。這個館呢有18000多平。台灣同中國都有客家老總頭，不過兩岸有無共樣處理方式，對發展文化想法沒無共樣。中國拆案多、起案多，雖然有留下來地位，拆體的行卡多。不過對比其他藝術產業，按阿薩利嘅對漳河老總頭發展變做全世界生態嘅版畫基地，台灣講嘅10年嘅文創產業，就算無同人比，有啥都冇嘅重點咯。客家新聞陳清偉、鍾永秀、陳俊報道。